Hello，大家好啊！多謝大家陪牙兒嚟玩呢個遊戲啊！今次嘅任務係一片三餐麥當勞，仲會帶大家行下香港黃金海岸、友愛村同埋置樂，記得訂閱、讚好同埋分享 Food Life 牙兒啊！近年1月1號，全線麥當勞都會推出全日早餐。食麥當勞全日早餐漸漸成為大部分香港人元旦日必備嘅節目。當日好多人喺度等緊啊，而店員都忙到甩碌咁樣啊，咁就等咗20分鐘左右。我睇到屏幕顯示我份餐嗰個號碼，咁我以為終點在望啦，滿心歡喜咁樣行到去個取餐區嗰度問個店員啦，咁佢就好無奈咁話仲未做好啊。之後咧，我就聽到其他食客都有相同嘅疑問，咁店員咧就解釋，order到咗一定時間咧，就會自動跳去請取餐嗰度噶啦。咁我就心諗，即係今日嘅屏幕只供參考啦，我只能夠講，真係辛苦啲店員啊。之後我就 feel 到神聖時刻嚟到啦，然之後店員真係叫我份餐嗰個號碼，咁就等咗半個鐘頭，終於拎到啦。楓糖班戟煙肉蛋漢堡套餐37蚊，包裝紙係用咗舊式設計嘅，都幾靚啊！兩片甜甜嘅楓糖班戟中間就夾住經典煙肉，就係由細食到大嗰種圓形嘅煙肉啦。仲有蒸蛋同埋芝士，套餐仲包括薯餅同埋即磨黑咖啡，絕對係2026年美好嘅開始啊！然後就帶大家行下黃金海岸商場，中庭嘅聖誕裝飾超得意啊！仲有個遊樂場添。咁小花園嗰度咧就有啲泥豆車同埋單車等等嘅花圃啦，佢哋嗰啲三色堇咧好靚啊！之後我就行下4個相連嘅沙灘啦。黃金泳灘全長0.5公里，水清沙幼，係新界西最長而廣闊嘅泳灘。新咖啡灣入邊咧就有俾公眾使用嘅沙灘排球場。舊咖啡灣咧就曾經係私人所有嘅，但係而家咧就係康文署轄下嘅泳灘啦。加多利泳灘嘅右側咧就有2座已經棄用咗嘅古蹟炮台啊，就可以俾遊人參觀同埋影相。以上4個泳灘相連成香港最長海岸線嘅沙灘啊。然後我就行去另一個附近嘅泳灘，因為係假期，呢5個泳灘都好多人啊。珍寶套餐37蚊，分別有炒蛋、豬柳、熱香餅、鬆餅。套餐仲包括薯餅同埋即磨黑咖啡。唔知道你哋係點樣食熱香餅嘅呢？我呢就中意搭埋一齊食啦，因為咁樣食呢就比較快捷方便啊。醬料呢，我就多數揀煉奶花生醬。然之後其他嘢食都係搭埋一齊咁食嘅。之後我就行下商場嘅天台花園。商場翻新咗之後呢，就有空中跑步基地、籃球場、足球場等等運動設施。
之後呢，我就帶大家睇下村入邊嘅環境啊，有好多洋紫荊，好靚啊！辣辣蜜炸雞套餐39蚊，外表就比原味嘅蜜炸雞橙紅，外皮脆，入邊 juicy 啊，辣度咧係有嘅，但係咧就冇想象中咁辣，我就覺得辛辣麵比佢仲辣啲添，而且佢係冇香料味嘅辣啊。咁我咧就揀咗粟米同埋熱奶茶，呢次嘅茶味咧就稍淡。然後我就去睇店長貓啦，呢隻之前嘅影片都已經出現過，佢叫阿寶啊。今次我就見到佢啦，我就以為佢係阿寶喎，跟住後尾我先知道原來佢係阿財啊。我係第一次見到佢噶，佢個樣咧生得同阿寶一樣噶。店員話分辨佢嘅方法係阿財右手嘅白色毛咧係比較多嘅，或者咧就可以睇佢嘅頸牌。2026年嘅第一日，竟然俾我無意中用 ABBA 戳到隱藏版嘅阿財出嚟啊！我好開心啊！多謝大家睇到最後啊！臨走之前記得訂閱、讚好同埋分享 Food Life 阿記啊！同埋留言話俾我聽，你中意片入邊邊個地方呢？我哋好快就會見面噶啦，拜拜。